香港家書係一個個人意見節目，邀請社會各界人士透過書信形式分析社會現象，細數個人感受。窮則變，變則通，但係我覺得而家呢句話應該係變則通，不變則窮。變幻才是永恆。如果真係一成不變嘅，亦都未必真係香港人嘅福氣。我哋係生於極富歷史性嘅時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崗位上邊繼續盡忠職守。香港家書。今次香港家書嘅嘉賓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亦都係基本法委員會嘅委員陳弘毅。各位同學，我喺1984年開始任教於港大法律系，中英聯合聲明就係喺嗰年簽署嘅。從嗰個時候到而家，一國兩制都係我嘅研究課題。到咗今日，我感覺到一國兩制嘅實踐正遭遇到前所未有嘅危機，一國兩制嘅路好似變得越嚟越窄，越嚟越難行。今日我離港大嘅退休年齡已經唔遠，但係你哋仲年輕，所以呢封香港家書係寫俾你哋嘅。我想講嘅係一國兩制嘅前途是否光明。我想坦誠咁、毫無保留咁同你哋分享我對於一國兩制嘅前途嘅睇法。尤其是想指出，除非廣大香港市民，包括青年人，都對一國兩制嘅政治同埋法律現實有充分嘅理解，並且以一種理性、務實嘅態度嚟面對呢個政治現實，否則一國兩制嘅內部矛盾將會與日俱增，香港社會嘅內部爭鬥會將香港帶入一種自殘嘅局面，香港將會由盛轉衰，正如唔少喺歷史上曾經輝煌一時嘅城市後來走向沒落一樣。但係如果理性同埋務實嘅精神最終能夠制約到佔中同埋所謂不合作運動所代表嘅理想主義同埋激進主義，咁香港嘅前途仍然係光明嘅，青年人就可以對未來抱有信心同埋希望。今日香港正處於咁樣嘅一個十字路口，一個危急存亡之秋，希望你哋積極面對，對形勢作出正確嘅評估，並且就自己應該信仰嘅價值理念作出明智嘅抉擇。喺上世紀80年代，一國兩制嘅構想啱啱形成嘅時候，當時香港仲係一個殖民地，冇民主，但係有法治同埋相當程度嘅自由。當時一國兩制嘅構想主要係要喺香港回歸之後保留原有嘅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法治同埋自由。至於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實行點樣嘅政治制度，最後係由全國人大喺1990年通過嘅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裏面確定落嚟嘅。例如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推選，然後由中央任命。同時基本法規定咗特區政制可以根據香港嘅實際情況同埋循序漸進嘅原則進行改革，最終達至普選。因此根據基本法嘅政制設計，隨住時間嘅流逝，香港嘅政制將會變得越嚟越民主。但係如果中國內地嘅社會主義政制維持不變嘅話，香港同內地嘅政制嘅差距將會變得越嚟越大。我認為呢個就係一國兩制嘅最深層次嘅矛盾。香港嘅政制嘅民主化是否表示佢最終要實現西方式嘅民主普選，或者所謂符合國際標準嘅民主普選呢？今年8月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就呢個問題提供咗答案。當然呢個係中央嘅答案，並非所有香港市民都會認同。中央俾出嘅答案係喺2017年香港首次實行普選嘅時候，特首候選人必須根據基本法第45條嘅規定，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毋庸諱言，呢種提名制度
難以符合適用於一般民主國家嘅國際標準。喺呢啲國家冇提名委員會，候選人一般由政黨提名或者公民提名，人數冇上限。中央嘅官員已經明確表示，今次人大所採納嘅呢個制度設計乃基於國家安全嘅考慮，其目的係確保候選人都係愛國愛港，而唔係同中央對抗嘅人，從而保證最終當選嘅特首候選人係一個同時得到中央信任同埋港人擁護嘅人，一個中央樂意任命成為特首嘅人。我完全明白，唔少港人，包括唔少我嘅同事、朋友同埋學生，都認為中央呢個決定係唔能夠接受嘅。佢哋其中有啲人選擇抗爭，進行公民抗命。但係我留意到，即使西方學界提出嘅公民抗命理論，亦都特別提到違法嘅公民抗命行為是否喺道德上得以成立，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呢個行為嘅後果，包括呢個行為能唔能夠達至佢嘅目標，例如促成有關政策嘅改變，同埋呢個行為對於社會嘅影響是否利多於弊，定係弊多於利。喺呢方面，西方法理學家亦曾指出，如果有關行為可能導致到社會裏邊越嚟越多人唔尊重法律嘅權威，咁應該算係有關行為嘅惡果。我個人嘅意見係，人大8月嘅決定明顯反映中央認為香港暫時唔適宜實行西方式嘅民主普選，只能夠實行某種具有一國兩制特色嘅民主普選。呢個係一個基本國策，基於中央政府嘅維穩同埋防止外國勢力通過香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顛覆等等嘅考慮。我相信任何熟悉中國政治嘅人都會同意，無論香港出現點樣嘅佔領運動，都冇可能改變呢個國策。所謂忠言逆耳，我知道好多香港人都唔願意聽到呢種話，但係呢個的而且確係政治現實。就正如香港喺殖民地時代由外國人統治而冇民主，亦都係當時嘅政治現實一樣。香港有今日嘅成就，正係因為港人，包括各位同學嘅父母，以至佢哋嘅上一代係理性同埋務實嘅。佢哋接受嗰啲唔能夠改變嘅政治現實，並喺佢哋所能夠享有嘅有限空間之中默默耕耘，平手抵足，創造咗亞洲4小龍之一嘅奇蹟。於是呢粒東方之珠就應運而生啦。同1980年代相比，香港對中國嘅經濟重要性已經今非昔比。中央對香港嘅民主化嘅基本國策既定，港人必須自求多福，喺一國兩制嘅夾縫中尋求生存之道，並且停止內鬥，停止所有傷害香港嘅佔領同埋不合作活動。因為最終受害嘅將會係全體香港市民。無論抗爭者嘅理想如何高尚，無論佢哋嘅用意如何善良，都唔能夠改變佢哋嘅行為嘅客觀後果，就係唔少香港市民嘅權益受損。如果持續下去，全港市民安居樂業嘅權利亦都會受到侵犯，而安居樂業亦都係一種基本人權。各位同學，你哋年輕，香港嘅未來係屬於你哋嘅，希望你哋好好思考，好好學習，好好生活，好好行動。陳弘毅上，2014年10月25日。